今日我同第7屆嘅現任議員同埋第8屆候任議員呢，係團結一心，一齊同大家去見面。過去呢2個星期呢，全社會上下一心呢，係應對大埔嘅火災。參選人亦都暫時放下選舉嘅工程，全力支援災民，顯現咗同舟共濟、救急扶危嘅無私精神。與此同時，立法會換屆選舉係如期舉行，順利完成。我同埋各位議員都一樣係衷心感謝特區政府，同時將救災同埋選舉呢2件大事辦好。我展望新一屆嘅議員會為香港注入更多嘅活力，與特區政府攜手推動改革，不單係做好火災善後嘅工作，亦都係積極推動香港發展更上一層樓，更好地融入同埋服務國家同埋發展大局，造福香港，貢獻國家。